我哋今日選讀嘅經文係哥林多前書14章1至到12節。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那說方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因為沒有人聽出來。然而他在心靈裏卻是講各樣的奧秘。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更願意你們作先知講道，因為說方言的，若不翻出來，使教會被造就，那作先知講道的就比他強了。弟兄們，我到你們那裏去，若只說方言，不用啟示或知識或預言或教訓，給你們講解，我與你們有什麼益處呢？就是那有聲無氣的物，或簫或琴，若發出來的聲音沒有分別，怎能知道所吹所彈的是什麼呢？若吹無定的號聲，誰能預備打仗呢？你們也是如此。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怎能知道所說的是什麼呢？這就是向空說話了。世上的聲音或者甚多，卻沒有一樣是無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聲音的意思，這說話的人必以我以為化外之人，我也以他為化外之人。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我哋今日有趙善基牧師喺我哋當中證道。牧師今日嘅講題係聖靈充滿的教會。大家弟兄姊妹平安。嗱，我哋教會40週年啦，其實咧我哋好少諗下一個美好嘅教會係點樣樣嘅，所以咧我就會用2堂嘅時間嚟到講下聖靈充滿嘅教會，一個美好的教會係點樣樣。嗱，我哋同心嚟到祈禱啊！親愛主耶穌，我哋嚟到你面前一齊敬拜，一齊打開聖經嘅時候，願真理嘅靈引導我哋明白，引導我哋更深嘅渴慕認識主你喜悅嘅教會，以致我哋行在其中，活在其中，經歷到聖靈嗰個嘅充滿，經歷到主你自己嘅喜樂。主啊，願你帶領以下時間，又係留心聽，留心去行。奉耶穌名求，阿門。嗱，我哋繼續睇咧哥林多前書嗰度第12章。嗱，12章咧，你記得我2個禮拜前左右咧講過，我哋每一個信徒喺教會裏邊係一個不可缺少嘅肢體，因為每一個人都受洗歸入咗基督嘅身體，屬於教會嘅一部分。主耶穌嘅靈亦都俾咗每一個人有唔同嘅恩賜，你有你嘅才幹喺嗰度係不可缺少嘅，建立耶穌基督嘅身體，建立教會，祝福弟兄姊妹，祝福社區。嗱，呢第12章講嘅12章尾最後嗰節呢，31節，保羅話你哋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話於是乎個個咧引頸而望，好想知道乜嘢係更大的恩賜。我有冇呢？乜嘢係好重要嘅恩賜呢？點知保羅賣一個關子，保羅跟住講啦，而家我先將更妙嘅道指示你。佢講咧，我唔講呢個更大嘅恩賜係咩先，我講更妙嘅道話俾你知，就係哥林多前書13章愛嘅道。原來恩賜係需要用愛心嚟到運用嘅，所以朱牧師講咗活出愛，就係保羅所講，喺你未知道更大恩賜之前，你要首先學習
活出愛。嗱，跟住咧到咗14章第1節，佢翻去12章31節嗰度講啦，你哋要追求愛，就係更妙嘅道啦，也要切慕屬靈嘅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或者做預言。哦，明啦，原來保羅話你哋要切慕更大嘅恩賜，就係先知講道嘅恩賜，或者譯做講預言。嗱，一方面教會係需要用愛心嚟到運用恩賜，另外一方面我哋要學習傳講行真理、行聖經嘅道理，我哋需要有先知講道嘅恩賜。嗱，即係你會睇點解保羅特別強調先知講道恩賜呢？因為你睇下邊14章一路講緊哥林多人啊，佢哋好向往、好羨慕、追求講方言，而忽略咗先知講道嘅恩賜。哥林多教會嘅信徒以為一個人屬靈、被聖靈充滿就會講方言，所以睇下你屬靈嘅深度有冇被聖靈充滿，就睇下你平時講幾多方言，識唔識講方言。佢哋有一個錯誤嘅思維，一個聖靈充滿嘅教會就人人都追求而且講方言。嗱，方言係乜嘢呢？係講一啲你本來唔識嘅言語。你本來唔識西班牙文，突然之間聖靈充滿你，你講出咗西班牙文，對一個西班牙人咧嚟到講福音。嗱，呢個就係咧講你一啲唔認識嘅言語。或者係講一啲咧靈語、天使嘅話，係普通人唔識嘅。嗱，即係喺五旬節嘅時候，嗱，聖靈降臨啦。五旬節嘅時候，耶穌升天之後10日，聖靈降臨，咁就每一個信徒佢哋都講出不同地方嘅鄉談，即係地方嘅語言啦，以至咧嗰時候不同國家嘅猶太人嚟到耶路撒冷過呢個五旬節，佢哋都可以聽到自己明白嘅地方言語，聽到彼得嘅講道，知道耶穌死復活嘅信息。嗱，呢個聖靈就係喺五旬節時候降臨，嗰時嘅信徒人人都講方言。咁而方言呢一個嘅運動咧，喺北美比較流行，係可以數話係1906年喺羅省呢個阿蘇薩嗰個一個教會，黑人嘅教會裏邊，佢哋突然間經歷到聖靈嘅充滿，嗰個教會裏邊講起方言，而蔓延到好多唔同地方嘅教會信徒都講方言，開展咗有五旬節同埋咧神召會嘅成立。呢個叫做第一波，1906年。第二波咧就係1960年嘅年代，啲人講方言。1990年代叫做第三波嘅開始，有羅省嘅加州嘅葡萄園 Vineyard， 亦都咧多倫多都不甘後人喺機場嗰度咧有一個教會係特別係俾聖靈充滿，啲人講方言，有成10年嘅時間，好多人從唔同地方嚟到多倫多 Airport 呢個嘅教會嚟到經歷聖靈嘅充滿，喺嗰度甚至咧嗰時特別流行嘅叫做咧神聖的笑Holy Laughter， 聖靈充滿嘅人咧啲人會大狂笑嘅。嗱，呢啲都係一啲聖靈嘅表現，但係保羅話呢啲唔係我哋要追求嘅目標，我哋唔係要追求方言，我哋係反而要追求先知講道嘅恩賜。所以保羅咧將方言同埋翻方言擺喺咧哥林多前書12章恩賜嗰個名單裏邊排第8同第9，最後嗰2樣。保羅話呢2樣嘢唔係重要噶，教會最重要嘅就係有冇先知講道嗰個嘅恩賜。和合本就譯 prophecy 呢個先知講道同埋講預言。
都係講緊傳講上帝嘅信息，一個用聖經嚟到解釋當下嗰個嘅處境，上帝咧有乜嘢心意要話俾教會、話俾信徒聽。講預言亦都係講到上帝有一啲事情要話俾教會或者信徒聽嘅，將要發生嘅事情。首先我哋要明白，先知講道係建立喺先知同埋使徒嘅根基上邊。喺以弗所書2章19節話，呢個教會神嘅家，我哋係家裏面嘅人，係建造喺使徒同埋先知嘅根基上邊，有基督耶穌做房角石。教會嘅根基有3樣，一個係基督，就係房角石，所有石咧就喺上邊建起嚟嘅。第二個咧就又佢話到根基，即係個基礎咧就係舊約嘅先知講論，即係舊約啦，同埋新約使徒嘅教導，就係新約傳書。所以咧我哋嘅教會嘅根基就係耶穌基督同埋聖經。其他所有嘅事情都係建基喺呢一個基礎上邊，基督同聖經。所以咧唔會有新嘅啟示。但係咧呢個先知講道就係將神嘅啟示聖經對我哋當下嗰個需要嚟到講出神嘅旨意。你睇下喺第2節到第4節裏邊，保羅比較講方言同埋先知講道嘅分別。第2節話，那說方言嘅原不是對人說，乃係對神說，因為沒有人聽出來，然而喺佢心裏邊卻是講說各樣嘅奧秘。說方言造就自己。第3節嗰度講咧，但作先知講道嘅係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做先知講道就係造就教會。好簡單，保羅話出咧方言嗰個效用同先知講道講上帝嘅聖經嘅話係好大分別嘅。一個係造就講方言嘅人，佢係同神講嘅，其他人唔明佢講乜嘢，包括有時佢自己都唔明佢自己講乜嘢，所以講方言咧係要翻出嚟嘅。你話講方言係點㗎？其實咧，而家你上網睇 YouTube 咧，好多台灣嘅靈恩派教會咧，佢哋嘅敬拜裏邊咧，唱下詩歌，突然間有人啦啦啦啦啦啦咁樣講嘢嘅。祈禱又係講下祈禱，你明嘅，突然間又有人講方言，又嗒咁樣講嘢嘅。喺 YouTube 裏邊都有好多。佢自己明唔明？可能佢唔明嘅，人哋又唔明，佢又唔明嘅。如果沒有翻譯，冇人明白。所以咧，佢係對神講。好豐富嘅智慧都好啦，都係造就自己，知道自己有聖靈嘅充滿。但係保羅話先知講道唔同喎，先知講道用神嘅聖經嘅話嚟到去教導人嘅時候，係會造就人啦，係會安慰人啦，係會勸勉人。結果係會造就基督耶穌嘅教會所有嘅人。所以保羅自己做咗個抉擇，佢話咧，我講方言比你仲多。不過冇人知道原來佢講方言嘅，因為保羅話我寧可喺聚會裏邊，喺眾人嘅面前，我講5句先知講道嘅話，人能夠明白嘅聖經，好過講萬句方言。所以保羅講方言，不過佢選擇喺人嘅面前唔講，因為唔能夠幫助人。先知講道就係咧神因應信徒群體嘅需要，我哋嘅處境。上帝嘅靈就俾講道嘅人、教導嘅人宣講神嘅話，合時神嘅說話，將聖經成為咗今日上帝俾教會俾人嘅啟示。即係話咧，先知講道就係將神嘅話好合時、好啱嘅嚟到去幫助到有需要嘅人，可以建立初信嘅人嘅信心，或者信咗好耐嘅人佢哋嘅信心停滯咗啦，
聖靈再藉住先知講道挑旺佢哋嘅信心，亦都咧安慰喺苦難裏邊憂傷嘅靈，勸勉嗰啲喺誘惑試探裏邊嘅人，鼓勵佢哋繼續追求聖潔，唔好放棄，更加鼓勵嗰啲灰心失意喺侍奉裏邊有挫折有掙扎嘅人，就好似保羅所講，先知講道就係將神嘅話傳講俾信徒，傳講俾教會，以致能夠建立人、造就人，可以安慰人，可以勸勉人，而所表達嘅方式可以係講道啦，講台上邊啦，可以係教導上主日學，或者咧一啲講座，亦都可以喺我哋查經小組裏邊帶查經嘅人都可以有先知講道嘅恩賜，甚至對住一啲人嘅勸勉鼓勵嘅話，都可以有聖靈先知講道嘅恩賜嘅。我記得好多年前，我引用一個好多年嘅例子啦。咁有一次我講道完咗之後，有一個信徒佢嚟特別嘅要話俾我知，佢話趙牧師我想話俾你知，正如你所講到詩篇呢一段嘅經文，俾我好大好大嘅鼓勵、勸勉、安慰。佢正喺人生裏邊一個好低谷，覺得好難，冇辦法再走落去嘅時候，佢聽到我講到詩篇呢一段84篇嘅經文。佢哋經過流淚谷，呢個谷變為泉源之地。佢哋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一個簡單嘅信息，竟然對一個信徒喺最黑暗、最無助、最軟弱嘅時候，俾佢一個嘅鼓勵，知道上帝冇離開佢，知道上帝會力上加力俾佢走過呢個困難。所以弟兄姊妹佢講俾我聽，佢得到鼓勵，更加鼓勵我時時嘅嚟到求聖靈將合宜嘅信息，將先知講道嘅恩賜賜俾教會裏邊嘅講員，唔單止係我，賜俾教會裏邊嘅講員，賜俾教會裏邊嘅查經組長，俾主日學嘅老師。先知講道係教會好急切需要嘅，所以請你為你嘅教牧同工祈禱，為教導嘅弟兄姊妹祈禱，讓聖靈嘅恩賜臨到我哋教會當中。先知講道嘅效用固然強啦，可以記得嘛，造就人啦，鼓勵人啦，安慰人啦。而先知講道嘅內容比方言更加豐富，叫人得益處。第6節話：弟兄我到你嗰度去，若只講方言，就唔用啟示啦。但係我用知識，我預言教訓給你們講解。我們與你們有什麼益處呢？我與你有什麼益處呢？保羅意思話咧，我用先知講道咧，我係內容豐富噶，我有啟示。啟示就係從上帝嚟嘅啟示，特別係講到聖經裏邊嘅啟示。舊約新約聖經裏邊神俾信徒嘅啟示，有知識。我哋要研究，我哋要研讀聖經，明白聖經嘅背景，明白聖經嗰個嘅詮釋，以致唔會解錯經。我哋都有預言，上帝咧有時會俾佢哋預先知道一啲要發生嘅事情，亦都有教訓。上帝有特別嘅提醒，當下嘅提醒，叫我哋懸崖勒馬，或者叫我哋勇往直前。行善唔好喪志，鼓勵我哋，教訓我哋。保羅話：哇，呢個先知講道內容豐富，比起方言都唔知佢講乜，對你冇幫助嘅。所以咧，佢後邊咧就好長啦，我就簡單揀幾點嚟到講，即係方言，即係有聲，但係對人冇益嘅，唔知道有乜嘢益處，因為人唔明白。第7節話，方言就是那有聲冇氣嘅物，或者簫或者琴，若發出嚟嘅聲音沒有分別，怎能知道所吹的彈的是什麼呢？
嗱，即係話咧，方言就好似佢比喻咧，方言就好似琴啊、簫啊咁樣樣，你隨意攞起佢嚟吹，發出咗啲聲音，但係又唔知佢嗰首係咪歌嚟嘅，求其有幾個音符發出嚟，而裏邊講乜嘢，有冇意思，冇人知。第8節咧，佢更加咧誇張啦，佢話咧，方言好似無定嘅角聲。誰能預備打仗呢？佢講到軍隊行軍係靠聽嗰個號角吹號。嗱，如果軍隊要前行集結，咁啊吹起嚟，軍隊一聽就知道而家要快啲去集結啦。但係而家呢個無定嘅號角聲都唔知係集結啦，定係退兵，都唔知你講緊乜嘢嘢，點打仗呢？所以咧，無聲嘅樂，即係隨意吹嘅樂器，或者係亂吹嘅軍號，就係好似方言咁樣啦，都唔知佢講乜。於是第9節就總結咧，就簡單就話咧，你哋也是如此，舌頭唔講容易明白嘅話，點知道你所說的是什麼呢？就係向空說話了。即係話你哋講方言嗰個嚟啦啦啦啦啦，究竟喺度講乜嘢啫？好似向空氣講說話，冇乜意思嘅。你又唔知道佢講乜，人又唔知講乜，所以係冇意思冇益處。比起呢個先知講道嘅內容係好豐富，有預言啦，有教導啦，有啟示啦，有教訓，係好有豐富嘅內容。所以嚟到第12節，14章12節，佢就附和翻第1節。你睇下兩節聖經好類似嘅。第1節話你哋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嘅恩賜，其中更要羨慕嘅係作先知講道。到咗12節，佢做一個小結，佢話咧，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嘅恩賜。簡單嚟講，你哋要切慕恩賜，你哋要渴慕咧得到造就教會嘅恩賜，其中最重要嘅就係先知講道嘅恩賜，明唔明啊？所以咧，今日你要為教會求先知講道嘅恩賜，造就教會嘅恩賜，因為先知講道佢嘅效用強啊，能夠記唔記得嗰3樣嘢？能夠造就人、勸勉人、安慰人。佢先知講道嘅內容豐富，佢有啟示、有預言、有教訓，等等。咁你要嚟到一個問題，佢話：咁係咪我哋可以切慕屬靈嘅恩賜咧？係咪我哋可以求一啲特別嘅恩賜？係咪人人都要有先知講道嘅恩賜咧？咁首先你記得12章裏邊，保羅話恩賜係聖靈隨自己意思分配嘅。聖靈咧分配呢個恩賜俾呢個人，將嗰個恩賜俾另外一個人，係聖靈嘅心意，所以聖靈作主。但係我哋可唔可以求咧？我哋可以求嘅。呢度講到你要切慕，如果你心裏邊有一個渴慕嘅心，神可唔可以俾呢一個建立教會嘅恩賜俾我？可唔可以俾咧教導嘅恩賜我，或者先知講道嘅恩賜我？可唔可以俾我有服侍人做一個輔導嘅恩賜？甚至唱詩嘅恩賜？我呢度講咧好闊嘅。如果我早20年前咧，我會話俾你聽，聖經只有29種恩賜，就係聖經列咗出嚟嗰個名單就係29種。前2個星期佢列咗，但係而家喺呢個世代裏邊咧，個恩賜係好闊嘅。因為聖靈能夠將我哋嘅才幹、我哋所得嘅嘢將佢聖化，將佢加力，成為咗我哋服侍教會嘅恩賜。所以係好闊嘅恩賜，唔需要話即係好限住話29樣咁嘅樣。你可以學習，你可以操練。你可以譬如我想有先知講道嘅恩賜，我要學習讀多啲聖經，我要咧聽多啲講道，我要咧時時禱告，我要行道嚟到追求，嚟到心裏邊渴慕呢恩賜嘅時候，話俾聖靈聽，聖靈啊，你可唔可以賜俾我哋嘅恩賜咧？為咗教會嘅緣故，賜下呢個恩賜俾我得唔得咧？但係咧，我哋唔堅持讓聖靈嚟到做主，
我哋可以準備，可以祈禱，讓聖靈嚟到帶領。但係有一樣嘢，人人都可以做嘅。保羅其實講呢個最重要係一樣嘢，你們要切慕造就教會嘅恩賜，你們要切慕先知講道嘅恩賜。我哋要為教會、為士孫嚟到祈禱，求神興起更多弟兄姊妹有先知講道嘅恩賜，有教導嘅恩賜，以致讓上帝嘅啟示、聖經嘅真理俾出合宜嘅提醒、教導、鼓勵，好唔好啊？所以請你咧為教會嚟到祈求有呢個先知講道嘅恩賜。以後咧，保羅除咗話有內容豐富啦，效果即係良好啦，更加講咧，即係呢個先知講道遠遠勝過講方言，係因為講方言咧會帶嚟混亂嘅。特別咧，如果個未信嘅人嚟到一個聚會，見到咧弟兄姊妹個個講方言，就以為佢哋癲狂噶。23節話，全教會聚喺一處嘅時候，如果都說方言，偶然有一個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進來，豈不說你們癲狂了麼？真噶，喺1978年咧，嗰時我年輕啦，喺滿地可讀書啦，我咧就有一日咧就撞到一個西人嘅信徒，佢喺街度咧派單張，哇！我好羨慕佢，好欣賞佢，佢為主咁熱誠。於是同佢傾偈，佢就邀請我去佢嘅家中嚟到有家庭嘅聚會。咁嗰時年輕的我咧，我就好單純噶。我話好啊，我又想見識下。於是乎咧，就帶埋師母Lydia一齊去搭巴士啊，好遠啊，離開學校好遠，去到佢哋嘅屋企。嗰時咧有佢哋嘅家裏邊咧有10幾個年青人，西人嚟嘅。咁佢哋咧係一齊嗰個年代靈恩運動好興咧，大家住埋一齊嘅。佢哋咧就係做一個清潔公司賺錢生活，而夜晚咧就係一齊禱告聽道嚇。咁佢去到嘅時候，咁佢哋就話我哋而家開始先聽道。嗰時英文程度差，佢播出嚟嘅道咧，我大約知道羅馬書，但係講乜嘢咧唔係好明。咁完咗之後咧，聽完道啦，佢話我哋祈禱啦。咁又我話好啊好啊，一齊祈禱啦！哇，點知個個趴晒喺地下度，講方言，係我第一次方言嘅經歷。哇！我聽過之後咧，好驚啊！我唔敢即係趴喺度啦。我就好似耶穌話 ，watch and pray， 警醒禱告，望住佢哋，因為唔知道佢哋咧係點樣嘅，真係好似呢度講話有啲癲狂咁樣，個個好大聲講我唔認識嘅言語，唔係英文嚟嘅。佢完咗祈禱之後咧，我話我走啦。一出門口咧，師母咧鬧到我死，你亂帶我去一啲唔知咩人嘅地方，殺咗你都唔知，真係有時我都有啲咁嘅感覺，真係唔明嘅咧，要好小心啊！嗱，跟住咧，24節講又唔同咯，先知講到唔同咯，偶然有不信嘅人、不通方言嘅人進來，就被眾人勸醒，被眾人審明，佢心裏邊嘅隱情顯露出來，就必臉伏於地，敬拜神說：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原來先知講到有3個好重要嘅帶嚟嘅改變，俾不信嘅朋友親友好大嘅改變。聽完神嘅道，佢哋嘅生命會被提醒，被眾人勸醒。佢哋嘅生命會被眾人審明，會面對上帝嘅審判。佢哋咧會俯伏敬拜上帝，相信耶穌嘅。嗱，呢段聖經話，如果你帶親友去聽道，特別係帶佢嚟聚會啦，或者鼓勵佢喺網上邊嚟到聽道啦，你俾道佢聽，有道可聽咧，生命就會有呢3個嘅轉化。先係咧醒覺，被勸醒。嗱，點解話被眾人咧？唔係個個指住佢提醒佢，而係話當嗰個人咧見到咁多人一齊喺度聽道，點解個人咁留心嘅？啲人咧個個咁有反應嘅，都影響到佢，提醒到佢，原來佢生命裏邊有罪、有問題，需要去處理嘅。提醒佢就好似我哋咧俾佢有醒覺 awareness， 跟住有醒覺之後咧，佢會見到眾人審佢，唔係個個好似指住佢，喂，你有罪啊，你有罪啊，唔係咁嘅意思，
又話當眾人聽到呢個講道，眾人都承認咧佢哋係罪人，個個知道神會審判佢哋，個個都認罪，都影響到呢個不信嘅人，佢都要面對神嘅審判。喺神嘅審判之下，人人都知道自己有罪，佢要求神嘅寬恕，接受耶穌基督嘅代死赦罪。所以咧佢經歷到神嘅審判，而最後最緊要嘅，佢見到個個弟兄姊妹都喺度敬拜神，佢都俯伏在地喺度敬拜神，話哇，神真係喺度。保羅引用以賽亞書第45章嘅經文，當外邦人見到以色列人敬拜神嘅時候，佢哋意思即係外邦人都話神真係喺我哋當中啊！所以弟兄姊妹啊，鼓勵你咧帶親友去聽道鼓勵呢個聽敬拜鼓勵佢咧聽唔同嘅講道最近聽咗好幾個見證，有個姊妹因為咧有染到呢個嘅COVID， 所以一家人都喺屋企，佢就帶領咧佢嘅父母聽道聽阿余德順講嘅道好精彩竟然咧父母願意相信耶穌我留翻遲啲6月呢個見證，你就會聽得更加詳細。就係咁樣聽道就會令到父母信主仲有好多唔同嘅見證。所以簡單嚟講咧即係保羅喺呢度講，佢話咧先知講道可以造就人、安慰人、勸勉人。先知講道有神嘅教訓啦，有神嘅預言啦，有神嘅啟示啦，叫人得到益處，好豐富嘅。先知講道咧，亦都使到未信嘅人能夠相信耶穌，生命改變，被喚醒啦，面對神嘅審判啦，最後咧相信神、敬拜神。哈利路亞，係咪啊？好興奮，係咪啊？所以咧，弟兄姊妹，你要為教會嘅牧師嚟到祈禱，叫我哋得着呢個先知講道嘅恩賜；為到教會嘅主學老師禱告，甚至帶查經嘅禱告，讓神將呢個先知講道嘅恩賜賜俾佢哋，能夠講出合時嘅啟示、合時聖經嘅真理。你更加需要勤奮啲聽道。教會咧藉住疫情裏邊上主日學嘅人數咧雙倍咗。但係咧，我始終都係覺得好多由30歲到50歲嘅人聽道都係少。你哋真係要認認真真、勤奮啲聽道，參加主日學、上研習班、上 YouTube 聽邊個講員都好啦。你要讀多啲聖經，讓神嘅話充滿你嘅生命，改變你嘅生命。但聖靈合一嘅教會就係信徒合一，運用恩賜建立教會。第一樣好緊要嘅。第二樣，聖靈嘅充滿嘅教會係傳講、學習、行真理嘅教會，追求先知講道嘅恩賜。第三樣嘢，聖靈充滿嘅教會係信徒追求聖靈充滿嘅，唔係追求講方言。哥林多教會佢哋追求錯咗，佢哋以為聖靈充滿就係講方言，所以咧切講方言，結果撞大板。如果你睇下《使徒行傳》裏邊，《使徒行傳》裏面最少有10段嘅經文講到聖靈充滿，只有3段係講到說方言。聖靈充滿嘅時候說方言，所以我好想同你睇下，我哋要學習即係點樣被聖靈充滿。今日講唔晒，我就係想今日淨係講咧聖靈充滿嘅生命係點樣，俾你咧係有個向往，俾你有一個渴慕。聖靈充滿嘅生命，我哋時時講聖靈充滿嘅生命，就好似耶穌嗰句話：我嚟係叫人得生命，得嘅更豐盛。咁即係話，究竟乜嘢叫做豐盛嘅生命呢？主耶穌更加講聖靈充滿嘅生命，就好似喺腹中流出活水江河。呢個頸渴嘅人嚟到主嗰度飲咗主嘅水，得着聖靈。哇！成個解渴不得已，仲好似活水江河流出嚟咁豐富。呢啲都係圖畫。喺實際上邊，我想提出4方面聖靈充滿嘅生命。第一個，常常住喺主嘅愛裏邊；第二個咧，生命得勝，多結聖靈嘅果子；第三方面，你係向世人做主嘅見證，
分享主嘅福音。第四樣，大有能力為主生活同埋工作。嗱，我哋睇下，簡單睇下呢四方面。嗱，常在主嘅愛裏邊 ，abide in Christ， 特別係住喺基督耶穌嘅愛裏邊。約翰福音15章係好真嘅，同耶穌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好似葡萄樹嘅枝子連接棵葡萄樹一樣，緊緊嘅聯繫，生命嘅聯繫。喺主嘅愛裏邊，你會好渴望同主耶穌一齊。主啊，我係好愛慕你，我希望你喺我嘅四周圍。你會渴慕神嘅話，你會聽道，你會讀聖經。神嘅話喺你嘅裏邊，你又喺神嘅話裏邊。主會同你講說話嘅，主透過聖經對你講說話。主或者會對你講出佢嘅心意，主會對你說話，你會聽到神嘅聲音。主亦都聽我哋嘅祈禱，主耶穌應許噶，喺嗰度15章，你哋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哋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係咪好向往呢？喺主嘅裏邊，喺主嘅愛裏邊，我哋又喺神嘅愛裏邊，聖靈將主嘅愛澆灌喺我哋生命裏邊，係一個好豐富喺主裏邊嘅經歷。你有冇咁嘅經歷呢？你有冇渴望主嘅同在？有冇喺主嘅愛裏邊感受到主十分嘅愛你呢？當我同係有艱難嘅弟兄姊妹祈禱嘅時候，我差唔多次次都會有呢一句話：主耶穌啊，求你今日喺我弟兄生命當中顯為大，讓佢知道主耶穌十分愛佢，主耶穌十分嘅愛佢。所以咧，喺主愛裏邊係好緊要，主聽我哋祈禱，主嘅話喺我哋生命嘅裏邊。主嘅愛充滿我哋嘅心。好啦，跟住咧，第二樣嘢咧，就係生命嘅更新，多結果子。嗱，我哋喺聖靈嘅引導之下，我哋會信服聖靈嘅。加拉太書講得好清楚，我哋係信服聖靈。信服聖靈嘅時候，我哋會良心係好敏銳。我哋知道聖靈嘅感動，知道聖靈對我哋嘅提醒，我哋唔會消滅聖靈嘅感動。聖靈咧會話俾你聽，呢樣嘢你要做啊，呢樣嘢你唔好啊。我哋會好留心，好敏銳嘅跟隨，以致我哋咧穿上咗新人。呢個新人有基督耶穌嘅形象，我哋有基督耶穌嘅品格。我哋越嚟越似主耶穌。似主耶穌有兩方面，就係第一個就係勝過罪。罪有時我哋都會犯咗罪，有時會勝過罪。犯咗罪嘅時候，我哋識得咧即刻認錯，好似大衛咁樣樣。犯咗幾惡嘅罪，都識得翻返去主嗰度，求主嘅赦免、潔淨，再將聖靈更新佢嘅生命。我哋可以勝過撒旦，勝過引誘。就算失敗，我哋都會翻去主耶穌嗰度。呢個就係聖靈改造緊我哋嘅生命，以致結出咧聖靈嘅果子，大家都熟悉噶啦。聖靈嘅果子係聖靈所結嘅果子，唔係你結嘅果子，係聖靈喺你生命裏邊結出嘅果子，有仁愛、喜樂、和平、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真係感謝主啊！一個人嘅生命有咁豐盛，幾好咧？主喺我裏邊結出更多嘅果子。第三方面，我哋向世人嚟去做見證，分享呢個福音。基督嘅愛激勵我哋有負擔，向我哋嘅親友
向甚至唔識嘅人嚟到分享福音，把握上帝所俾嘅機會，同人分享福音。神嘅愛，基督嘅愛激勵我哋。因為其實提到聖靈嘅充滿，大家都好熟嘅。聖靈充滿主要係俾我哋能夠有勇氣突破，能夠得着能力嘅時候，突破我哋嘅地域，突破我哋嘅文化，突破我哋個人嘅限制，由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為主做見證。所以一個聖靈充滿嘅人呢，係會為主時時做見證嘅。而最後一樣就係大有能力為主生活同埋工作。嗱，呢個聖靈充滿嘅時候，就好似以弗所書嗰講，我哋生活裏邊唔係糊塗嘅，係明白神嘅心意，係被聖靈充滿。聖靈引導我哋，唔係俾酒精俾任何電視任何嘢引導我哋嘅生命，唔係俾錢俾吸引引導我哋，係聖靈引導我哋嘅生命，以至我哋生命時時唱出詩歌讚美神。有詩章啦，詩篇啦，有頌詞啦，有靈歌甚至係方言嘅歌。我哋口唱心和讚美主，凡事奉耶穌基督嘅名，感謝父神。嗱，呢係一個讚美感恩嘅生命，呢個聖靈充滿嗰個嘅特徵，而此常常敬畏基督耶穌，有一個彼此服侍、彼此信服嘅生命。喺家庭裏邊以弗所書繼續講，家庭裏邊丈夫愛妻子，妻子信服丈夫，兒女孝順，父母亦都好體貼兒女，做工人、做主僕嘅都有一個美好嘅關係。呢個就係聖靈加力嘅時候，生活滿有見證。所以簡單嚟講，個聖靈充滿嘅生命係點呢？點樣形容佢呢？我4方面，時時喺主嘅愛裏邊，你生命呢會更新多結果子，向世人做見證，分享呢個福音，大有能力嘅為主生活同埋工作，好真嘅一個好美好嘅圖畫。嗱，下一次講到呢，我翻嚟呢就會講到點樣追求聖靈嘅充滿，同埋不住禱告嘅生命。所以今日同你睇咗一幅大嘅圖畫，聖靈充滿嘅教會係乜呢？喺哥林多前書12章講到，每個人合一，用愛嚟到去運用恩賜，彼此服侍。然後今日提到係教會，我哋傳講學習神嘅真理，特別祈求有先知講道嘅恩賜，而我哋都一齊嘅人人嘅追求聖靈嘅充滿，而唔係追求講方言。可以講方言，不過唔係追求方言，要追求聖靈嘅充滿。下一次我哋繼續講充滿祈禱嘅人，追求聖靈嘅充滿，不住嘅禱告。我哋同心祈禱啊！仲有你反思我哋生命有冇愛上帝嘅話，有冇祈求聖靈嘅充滿？親愛天父，親愛嘅主耶穌，親愛嘅聖靈，我哋呢時候求主嘅寶血赦免我哋一切冷淡，追求上邊冷漠，喺愛你話語裏邊，我哋懶散，我哋唔緊張。求主你嘅靈再一次挑起我哋追求嘅心，讓我哋愛神嘅話語，讓上帝合時嘅提醒，合時先知講道嚟到建立我哋嘅生命，造就我哋，安慰我哋，提醒我哋。主啊，又讓你嘅聖靈充滿我哋眾人，幫助我哋學習嚟到渴慕聖靈嘅充滿，讓我哋生命真係好似你所應許嘅，係豐盛滿有主耶穌嘅愛喺我哋裏邊。求你祝福士孫成為一個被聖靈充滿嘅教會，奉耶穌名求，阿門。